台南市場厝的吉祥物蔡市仔甲葉市仔再來精彩表演，替台南購物節1月份頭一場主題活動揭開序幕。雞湯啦、龍虎斑啦，才一組才4200，你現在根本買不到了，而且還負責幫你宅配到家呢。舊曆春節特別來到，特別以推廣傳統市場年菜為主題，由市長黃偉體親自推薦來自仁德文化市場的年菜組合，以及多間飯店業者精心推出的特色年菜，邀請市民朋友加澎湃充滿人情味的年菜好味，自介炸登去。跟各位宣布，我們的登錄金額已經實打實的1比1比的加起來已經超過50億了。那表示很多好朋友都來響應我們，因為我們只要50塊錢就能夠有1筆號碼，所以說表示我們已經有1億組號碼。因此，市長要再加一些市長獎哈。市府持續透過台南購物節整合市場相關甲大型活動，帶動整體消費動力，訂立消費金額已經突破50億，甲去年相比成長4成。黃偉體宣布，佮他嘅1月29抽2萬塊加菜金。今年登錄的活動比去年還要熱絡哈。那當然除了這個很豐盛的這個100萬名車，還有這個80萬周送哈，還有我們月抽哈。活動地點選佇咧南紡購物中心廣場，還佫有熱鬧的市集甲市場人氣攤商，讓民眾一解輕鬆完成過年採購。經發局提醒佇活動期間消費，同時完成發票登錄，就有機會抽到豐富大獎。台南新聞社會陳鴻報道。